敢有听到我声音？有听。诶，安尼，哎是，你是毋是我看？哦，安尼应该，你都姓梁，干嘿，爹，嘿，我是，咱的讲者，嘿，好，好，声声音我个，可能无开吼。哦，等下我调整一下吼，看哪调有声。敢有听到我声音？有哦，真清楚诶。有是我遮无调，伟 OK，OK，君，等下我来简单主持8点开始，咱可能就讲到8:45到50分，咱来翕大家开镜头翕相，翕了会使继续搁讲，就是看有问题是讲搁有还袂讲诶，会使继续讲，嘿。安尼，我等下8点来做一个开头，嘿。好，这问题3年是你嘛？嘿，是我，你要分享，我会记你有做一个PowerPoint 吼，嘿，你即马要分享无？哦，试看觅，嘿。等一下哦，嗯嗯，有看到吼？有看到？好，嗯，你讲你的录影了吼？我安尼我就莫录out吼。好。好，感谢。我遮济人，16。大家暗晚大家好，阮遮是台语生态读册会，咱有是逐礼拜暗时8点到9点，拢会来大家轮流讲，来开讲，当然嘛会讲请一寡即个像即马杜信良咱大家拢加减拢有看过伊的册画本诗伊真正放毒我嘛买伊的册我就看讲我有去去即个读册会失败读册会讲即个树王公有影我看着讲哇，这真正是互人足惊吓的，我就想讲要甲伊邀请来讲伊内底伊阁有诗诗嘛有甲即个什么花草真有关系，就是要请伊来分享伊的著作内底甲即个生态环保有关系咱若甲时间交互杜信良请。好，大家好吼，我今仔日讲2个物件，就是一本绘本吼，另外一个小小的部分是我其中内底，因为今仔日要讲生态为主嘛吼，所以我一就是咧讲
我有写针对一寡花啦，还是树啊啦吼，就来甲大家分享安尼。嘿，好啊，今仔日就是超出树王讲啊，其实我先大家讲者，就是讲，其实这个故事啊，出来啊，其实伫进前嘛是有出一本册叫做拢是迄个这一个开始咧，就是因为讲吼，其实我写绘本是主要是要是迄当阵啦吼。其实我这故事其实已经编应该是7、8，应该无囡仔要骗囡仔困啊，就是甲编故事。歹势，这声音是毋是会断一个？还是我遮会问的？因为我看有人出去搁入来。哦，对，一直断，我嘛是想讲是我的问题吗？对，啊，毋知是什么原因是因是迄个也是别种原因，嘿，就是你可能讲三句话，无到三句，一句半句，可能就断一个安尼。真诶哦。嘿，对。啊是我搁电开啊，是安那？我嘛毋知呢。无搁讲看卖好啊，嘿。是大家人拢安尼啊？是？嘿，我遮安尼啊，拄则即个伟君嘛讲，我嘛是，对，一直断。一直断哦。嘿，讲差不多2句，嘿，即摆迄甲伟嘛是讲有即个状况，就是差不多你讲一句就断，搁一句搁断。真诶哦，安尼咩啊，办？啊，是我开机顶。你甲小问你是用手机啊，敢是用手机啊讲？啊，无你就毋是哦，我是用网络。啊，无你就用网络去放PowerPoint，毋过搁用手机啊入来，用手机啊讲，用手机啊4G，我想讲安尼试看卖，嘿。我安尼咩做？就是你即摆是放PC 嘛，电脑你就毋免插哩，啊，你先甲你的麦克定起来，啊，你为即个手机啊有来就是有一个，你知影你即个网址吼，你就为你即个网址手机啊入来，嘿，安尼就是用手机啊共款入来，用手机啊来讲。我的经验是安尼，解成问题较少。我用手机啊入来啊。你即摆是敢是手机啊？对，我用手机啊入来，问题是安尼有 echo 啊。有 echo 是因为你另外一个吼，你的声放出来，就是你的 PC 的问题，因为你 PC 的声搁放出来，互你手机啊收着，啊无你 PC 可能就安尼较好。安尼有较好势，搁继续讲，搁继续讲。好，安尼我顶讲好啊。好。好，即摆有顺啊，无袂断去，继续讲。即摆就是讲吼，我像讲进前吼，搁有出一本册啦，就是其实差要一档，按过其实内底主要内容是我迄当阵我拢要互囡仔骗，就是要骗囡仔困啊，就编过一寡故事互因。其实这是就是调工去紧1、2篇来出册。像王讲的故事，就是迄当阵。咱聊好，咱来讲即个。其实讲啥那要写即个故事，还是讲要表达啥物物件？我是讲以绘本来讲吼，咱毋是莫家讲较文学的啥物的角度来讲。我希望想要得到啥物物件，还是讲要回答啥物问题？我感觉这是，尤其是因绘本基本上是以囡仔人为主啦，当然大人嘛会晓看，我这像讲想要表达啥物，其实有
几个部分，就是第一就是咱心态甲环保嘛，嘿。另外一个就是讲，我细汉，大概人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树王公，我感觉，尤其是阮是增加大汉的，每一个人拢有树王公的迄个意向，尤其是恁若常常去庙林的大亭，大庙无一个迄个青啊较大丛的青其实迄我感觉拢足奇怪的物件啦。我感觉讲这潮水树王公，尤其是讲咱即摆未来的社会，应该是讲。迄个人讲 greenhouse 就是温室效应愈来愈严重，天气愈来愈热，无就是一冬可能风台过来，像台湾过来的风台要来，无连隔冬无风台，水库无水安尼，即种物件我感觉就是希望讲会当互囡仔有即个意识，互因清楚知影讲，因未来的社会，也是讲未来啦未来。的心态可能会拄着什么困境，毋是简单要教因讲心态安怎保护，这当然这嘛是重点。另外一个我较应该是讲较悲观的一方面，就是讲有寡代志就是可能无法度恢复到咱愿望，还是讲咱想象的迄种状况。所以讲我基本上这本册是要互因一个知影讲因的社会，因的未来可能真正会拄着什么困难，因此咧，你咱爱安怎准备？面对这个困境，我感觉这是我想要表达的物件。陪伴记录甲做囡仔的模样啦甲影响。我感觉上重要就是讲，出这绘本其实是。因为咱阵阮查某囝要甲讲叫伊去学一寡才艺啦伊拢无爱嘛，当然阮嘛无逼伊啦。迄阵阵就是有一暝就甲我讲，阿爸，我想要来学画图。我就听了足欢喜我就随去骑机车了，随去找附近的画室，找老师安尼。迄阵阵我就甲讲，就是伊开始学啊嘛，过偌久就开始学我就甲讲既然安尼啦，你咧学画图咱也有一个针对这个学习也有一个成果出来嘛当然以做老爸也是讲我以我的个性，就是我希望讲互你知影讲，咱也有一个，毋是讲清清彩彩去学啦，咱有一个物件输出。有一个成果你第一，你嘛会感觉足惊你嘛能对一段时间的学习有一个交代所以我来讲咱来你画图画了咱来出一本绘本安尼伊就嘛足惊吓嘛，毋知啥物叫做绘本嘛虽然逐工咧读绘本无共款的绘本我来讲无要紧，阿爸过去咱毋是困静拢会编一寡故事阿爸经一两篇咱来阿爸先做一本绘本互你看安尼所以就是因在缘故我有做一寡记录嘛是陪伴囡仔我尾仔就是请朋友去画迄阵阵阮因拄学嘛迄个阮查某囝拄学无可能叫伊是一只画我讲安尼压力上大我就甲伊讲我就经两篇一篇就是你拄则看到乌云先生去观察的迄本较笑过当然迄本主要是咧讲别的平顶啦甲因为迄细汉伫幼稚园有一寡较无共款的囡仔佫有一寡因为佫有一寡无共款无别国的囡仔因为黑人嘛有啦，黑人囡仔嘛有所以讲迄阵就想要甲伊平顶另外一个就是讲心态这部分就是咱即马目前咧看就是咧潮水树王公安尼所以讲写这绘本我主要用途是要陪囡仔啦当然就记录另外一方面就是感觉讲咱来做因囡仔的模样尤其是咱的台语教育啦调工去选这议题其实若是我个人的一寡兴趣另外一个就是讲我感觉台语绘本
有影爱较多元的啦，较多元的，所以就家己撩落去做安尼，这阮大汉的迄阵阵18年，迄阵阵18年，拄伊个几也袂17年啦，17年出世的，迄阵阵有台电视公共电视台嘛，所以主要是要陪囡仔啦，希望互囡仔有一个较好的未来。当然即马有较好啊，因为医院平等化甲公共电视台虽然医生拢一直互读啦，这今日莫讲，这像阮讲，我请迄个台语鸟话，台语鸟毋知恁若有熟悉，就是虾米找台语的迄个创办人虾米因某，恁若看，恁若有即本册其实恁若有看，若详细注意伊的册背，敢若母母其实母母迄是有缘故的，迄是雕工的。因为啥会母母咧？是因为空气污染啦，毋是印刷的问题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有甲我问讲，这印刷是毋是有问题？其实毋是啦，迄是雕工伊的设计，就是意象，所以讲。伊这个绘本其实有小可迄个讲迄个科幻有小可科幻，是讲未来无树啊拢无呀。你若要迄个树开就爱排一个牌啊，内底放一个迄个树栽安尼，迄个一个花骹，一个树栽安尼，接一个弓再迄个看一个迄个，阮以前讲伫北界迄个明大啦，你较有法度传开，其实这个手法其实是较科幻，过其实你若去看电影，其实足侪拢嘛是这种意象啦，我感觉就是甲伊摕来做创作的一部分安尼。这本册第一届，伊第一句一开始就讲，天要光啊，虽望天毋捌真正光过。这句话是有较，我感觉是有较意象，嘛有小可文学啦。啥那因天光啊，个天根毋捌真正光过，迄是啥物意思咧？就是空嘛是拄则我讲空气污染足恐怖因为污染的关系，日头光照袂落来，瀑布嘛，你所看的拢是瀑布的迄个概念。你若有注意进前迄个北京，毋是讲要迄个奥运嘛奥运奥林匹克奥运迄个迄阵阵毋是拢讲迄天气拢是雾的嘛？其实这种物件。无一定是空气污染啦，我感觉我某种程度甚至是未来讲，你若有法度记的，19年 COVID 迄阵阵嘛是共款意思啊。只是天，咱看到无可能无一定是雾的，无一定是雾的，是无形，更较严重是无形的，迄种是一种毒啦。我感觉讲就是这本册我拄尾啊嘛有写着讲动物甲人。抗争啦，动物看到人就无介意，要甲人赶出去。我感觉这是嘛是互囡仔，也是甲看这本绘本的人去思考，咱人甲大自然安那共生共存安尼。其实你若为历史安尼一看落来，虽然咱讲这个讲法有较左派，毋是咱讲的左，小可有可能左交啦，有可能啦。即讲人类其实是这个地球内底，我感觉是，你莫讲迄一寡商业，也是一寡当然有创造一寡文明，这了其实对地球甲世界其实是上大的迄个，应该讲上甲这世界甲这地球是污染。上大的来源
我感觉这其实真正是爱互咱思考讲，啥，咱是毋是会当去拨寡精神，还是讲甲思考安怎甲这大自然安怎共存，安尼未来囡仔还是讲后一代，才有法度去继续落去安尼。嘿，其实吼，你若有看过一本册，这本册我有咧看吼，伊有迄本册，你若有嘛注意今年诶新闻，其实嘛，伊逐当吼，其实尤其是欧洲遐，讲西班牙还是讲法国，因诶因为因无冷气啦，因无冷气吼，因甚至是因诶法律规定，你袂当装冷气。就敢若有迄个办公室，迄大楼较有法度装。你若徛个，像法国是听讲是袂当装冷气，吼。因即摆外口诶，因为啥物热浪，因听讲是拢40几度啦，吼热死人足济。这基本上即本册有做足济研究，嘛是有足济为几年到呾。诚济即种物件，其实伊要讲诶一件代志，就是讲地球吼迄个气候变化开始咧变化。虽然有诶人讲是迄个地球迄外口迄顶迄个大气层诶空气，迄个一个什物空气，我用讲袂出来，已经破空日头光照啦，啥？就是造成一寡气候的足大的变化，吼。我感觉这是现拄现的科学的证据，吼。我感觉讲这敢若，尤其是咱画臭树啊啦，有诶，嘿，臭树啊，佫有一寡无必要的，毋若是台湾啊，是讲全世界拢安尼吼。所以讲这情形其实是足恐怖。这个网站，我要讲的，我有做一寡调查，就是讲这个网站，伊原底是咧研究讲有另外一个网站，迄个网站拢会写讲迄个咱的气候变化开始咧变啦，什物物件爱注意有诶无诶。这个监察的网站咧，发现讲，因拢甲这个标头。气候的变化，这几字吼，完全拢剁掉。啥那要安尼做咧？就是因为伊惊吓讲，伊无爱互人知影，吼，伊这个讲有一个阴谋啊，吼，有一个讲这伊无爱互知影，甚至倒咧回收吼，伊嘛无爱互知影安尼。这我感觉这是诚趣味的物件，就是讲，因为足济物件是事实科学的事实，还是讲。咱正刚要发生的物件，佮有足济物件是互人看落来。甚至到尾啊，你代志真正愈来愈无法度收煞的时阵，咱才知影讲哇，咱做毋对啊！我感觉这是足恐怖的物件啦。所以就是爱需要搁较济人来思考，佮有读册，佮有去。教育咱的后一代，也是教育咱本身。我感觉这嘛是绘本足重要的代志。佮讲到空气污染吼，虽然咱即摆也袂佮讲到绘本啦吼，我只感觉就是想要起一个算是讲，互大家知影讲，其实咱的环境，因为你关心树啊，你爱知影讲，伊到底帮助咱啥物物件，还是讲咱可能做毋着啥物物件？阮兜是夜乡的啦，吼，当然阮即马有较少啊。我本身我家己就基本上拢无咧夜乡啊。这过去包括烧金啦、烧迄个夜乡，我感觉这足重要啦，因为咱是莫讲可能咧火烧啦，你电线、电波啊，可能无拢较食，话拢较古早电火波啊拢较食电，拢会是较少，所以足侪消防诶。因拢讲，迄个不倒啊，定是
火烧的一个来源啊。啊，搁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你烧的香吼，画迄香毋是做迄个材料，毋是讲足好诶，甚至话拢讲是为中国来的，啊，做来源拢是真歹，啊，迄毒素愈恐怖啦。啊，我感觉这是嘛是科学的研究，也是讲医生有真正咧讲，哦，这上好是莫去烧烧金啦、烧香吼，尤其是伫室内吼，这大家人去研究一下。嘿，啊，我有内底就是讲，我毋知大家，我人小可看者，互大家我人小讲一下啦吼。即个故事来源就是讲，迄当时的环境吼，囡仔迄个环境讲，伊要出门一定爱去派即个物件，啊，甲即个树栽咧藏落去牌仔内底，吼，啊来接即个伫北界迄个面搭，较有法度出门，吼，安尼才有人讲诶循环嘛，空气较有法度循环，迄个迄个较清笑诶空气安尼，嘿，啊，因为因阿爸吼，因阿爸就是其实就是我讲我家己啦。我讲迄过去吼有一丛树王宫啦，吼啊树王宫顶悬有足侪迄个有动物吼啊，我嘛会拢伫遮佚佗有诶无诶安尼，嘿，啊就讲即个囡仔呢，就讲阿爸你甲我骗啦，我毋捌看过啥物树啊啦，吼啊甚至咧我是安怎我要出门着爱派即个遮重看一看诶树栽，较有法度出去外口啊，较有法度四开安尼。啊，因老爸就讲吼，就是讲一大堆理由啦，吼，讲互伊知，啊，可能就是过去安尼有诶。啊，尾啊，因即个查某囡仔，吼，就是拄爱查某囝啦，爱就发现，即样树栽咧，有叶仔落落来，吼，叶仔落落来，啊，伊想着一件代志，吼，啊，其实伊就是下冤啦，伊就下冤讲吼，你甲人。走，因就是老爸讲，迄树王宫是住伫一个叫做梦的树林内底，啊，就甲下冤，甲即个树叶仔下冤，讲你甲人带我去安尼啊，下冤了咧，甲藏伫迄落枕头下骹安尼，就困去啊。啊尾啊，就真正有影火金菇啦，就来甲带。甲照路，甲带去，一路甲照光，安尼互伊行袂讲，哦，你毋是要找树王公，我带你来安尼啦，吼。啊讲，你若知影我愿望是啥？啊，伊就讲吼，因为你甲树叶下冤啦，啊，阮有听着啊，树王公嘛听着，所以树王公派我来甲你带安尼啦。吼，啊，就真正行袂了，行袂你个树梦的树林内底安尼。啊，伊就看了足侪动物啦，吼，所有因过拢毋捌敢若伫册内底看到的动物，啊，遐动物基本上拢足欢迎伊安尼啦，吼，足欢迎伊。啊，过来有寡动物无欢迎，吼，啊，这当然这甲人有关系嘛，这甲人的世界嘛是共款嘛，吼。山羊啊、山猪啦、乌熊啊，讲好，就问火金哥讲，你哪甲人类带入来？这是咱的世界，咱的世界袂当去互人类来去甲吞塌安尼啦。哦，啊，就要甲开始要甲赶，哦，就开始甲赶。啊，迄个火金哥就较紧险，这查某囡仔讲，哦，你紧走，哦，紧逃命安尼啦。哦，啊尾啊。到到最后时阵，拄着树王公啊，啊树王公就甲讲，你毋是要找我，我即马伫你头前，伫你面头前，你爬起来，我免惊，吼，啊伊就直爬起哩啊，吼，啊有当然有一寡
摕竹丝啦，说连迄个白杂啦、龟壳花安尼，互伊变做一条索仔鼓安尼，甲揪起安尼。嘿，啊尾啊，伊就伫树王公诶迄个树仔机后，徛起来讲，山骹哪会乌安尼啦，那问树王公，你哪无要住伫城市啊？无要住伫遮啊？嘿，是安怎呢？嘿，尾啊，伊个囡仔人就醒啊，伊就甲伊老爸讲，我有看着你讲诶树王公啊，尾啊，就是当然就是互囡仔去想象讲，这中间是发生啥物代志啊？嘿，短一个故事安尼，嘿，这个大概是故事的内容是安尼啦。嘿，我要讲的就是讲，其实即摆囡仔吼，较无伫较少咧行咧，应该是讲较少咧行咧室外啦，啊无就是讲可能加就是外口诶公园安尼尔。阮进前就是拢会去带因去山顶行行，互伊真正知影讲其实咱所知影诶树啦，毋若是阮遮是较好啦，阮遮是体育公园旁边佫有一个算足介大，算阮讲诶南门城话是较，因为南门城话台南市南门城话通常就是过去诶蒙仔埔啦，伊迄较有一寡算保留啦，互保留啊。过我感觉就是讲，这树王公或是讲较大诶生态，生做啥物款，其实爱行咧较算较风高野外口，我都去体会讲，原来无城市除了迄落一寡大楼无去了，是生做啥物款？我感觉这是较重要诶，互伊知讲这咱诶社会，也是讲可能毋是因生出来就是安尼啦。若安尼话，因甲自然诶连接是断去诶，因会失去迄落甲一寡生态是讲较大自然诶想象是无诶。即种物件我感觉甲人诶连接若断去，我感觉是较恐怖啦。嘿，所以所以我就感觉我都爱写即个故事互伊，算替我，因为我细汉嘛是定定对树王公诶印象，就是尤其是庙大埕诶迄丛树王公安尼。嘿，我即个部分是绘本，大概先讲到遮安尼。这是大概诶内容是即个绘本是足简单诶一个故事安尼。到遮，请问到遮我即个绘本有啥物问题，还是讲有要分享，还是会当先暂停一下安尼？现在让我有要问，我想讲，这动物啦，毋知影讲伊内底有讲甲即个主角帮站嘛，有讲搁找伊诶，这诶安排啊是，嘿啊，你迄时阵安尼安排有啥物内底有啥物心思藏伫内底？嘿，我要问这。动物咯，动物其实我是就是甲上树上诶，咱来看，动物诶话，我无特别咧，就是山羊山猪这山熊迄个乌熊，我是感觉讲这拢作树上诶啦。头前有一寡山羌什物鸟我看者，我记袂上，水鹿甲山羌我感觉这是你若有去伫画上去山林走，
那定去为山林行，其实因为我拢看过啊，所以讲对我来讲，我毋是定杯子是较罕啦，杯子是较罕咧看啦，因为迄是下暗口我都有看到诶，而且恁妈诶做较深山口我都看，除了飞鼠了，其他诶动物，算我带囡仔出去佚佗，拢是算定定看到。山丘甚至山上墙啊，嘛介济呢。即马水路啊是较少啦，水路啊爱甲3000公尺遐有法度看啦。这两只鸟啊，基本上甚至也无咧动物园，拢会看会到啦。我感觉无，我这其实无调工去铺排啦，铺来讲有啥物动物安那有无的是无啦。蛇有啦，蛇我就讲，因为要编一个锁仔鼓，小可甲编一个安尼尔，嘿。好，多谢。还有人要问问题无？请开麦。我想要问啊，有啥物是用手王公？因为我另外有听过一个讲法是大手公嘛，因为有一条歌是讲大手公我想要知影即两个讲法是同意思，还是无共地区咧使用，还是讲伊有无共款的概念伫后壁吗？有，阮细汉就是讲树王公，我毋捌听过，我敢若就少咧听大树。你讲的大树公哦，因为有一条歌就叫大手公，所以我就想讲，这是无共所在的讲法，还是？这我就毋知影。我来补充，我斗讲者，信用兄，我来帮你斗补充一下。我是迄个，因为阮大手车，阮大手车对无？阮的应该是安尼讲，所以我当时是看到迄个，就是信用兄伊出即个，就是讲寿王公即个物件，其实我是感觉足赞的啊，因为应该讲青仔公、寿王公、灵寿尊王，其实这就阮的研究啊，这算是遍布所有咱在地足重要的信用，所以咱真伫大口大庙顶看到对无？其实早期伫阮遮情形伊可能是上早的信用，就是讲凡是迄时阵先天上帝，就是讲上帝讲有诶无还未来的时阵，其实迄个所在大庙是拜寿王公，或者是灵寿尊王的。阮遮杀去到边埔族的时代的时阵对无？大部分拢是安尼，因为迄时阵拢是原物信仰，拜的物件大部分是拜石头，无就拜树啊。所以其实寿王公即个物件，我感觉就在地的迄个概念是足重的啦。所以阮遮的阮遮的青仔公对无？有分做3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讲上一般的情形时，伊会叫做青仔公，搁较起哩会叫做灵寿尊王，就是咱讲的寿王公即个王，像咧要到王爷迄个坎站，搁较起哩对无？阮就有到叫做灵寿王公，哎呀，灵寿对灵寿。对灵去只对迄个龙迄个意思吼，灵寿王公，所以我感觉就是讲用即个青仔公的物件，其实我感觉对咱的特别是南部啦，因为南部遮的青仔对无，算是咱热带地区重要的，就是讲伊的植物的种类。咱其实咱以前咱北部族时阵的，搁包括迄落就是西拉雅、马卡岛、高峡、即名遮的信用，足侪拢是用。青啊，即个原物信仰足大，因为伊会生团嘛，伊嘛会当互咱食一寡物件，生出来一寡果子环，或一寡迄个果子环食，所以其实树啊对咱遮在地原本诶在地意识其实是足强诶嘿。这是我大概知影讲，阮即边遮研究关于树啊甲就是咱在地诶一寡关系诶物件吼。安尼补充感谢。安尼韩国，嘿，请讲。迄个感谢补充吼，因为我伫保护树仔时阵，就有人摕一个硕士的论文互我看，就是伫亚洲吼，不只是咱北部，搁荷兰人，搁客人，拢总有即个信用吼所以即个树王公是伫亚洲，台湾、日本、韩国拢有，就是对即个只要是，就是甲即个大自然像山神、河神，拢总有伫拜，对，甲寿王公这是一个，算做有也是伫
伫学术论文有若是有专有名词，嘿，就是开始甲即个树王公啊的闽南语是叫做树王公啊，是迄个客语像叫做北公那款，嘿，我补充。好，多谢。感谢。我想要问，所以树王公应该是讲伊是有咧拜改叫树王公啦。一般足大丛的树仔袂安尼甲画吗？还是只要是大丛的拢叫树王公？因为一定爱有大树一定要有拜哦。嘿，就是迄个安尼民间是拢有维持咧红布，嘿，啊开始有像按伫拜土地公安尼有迄个香炉啊，有香安尼伫拜啊，嘿，就是爱甲一个爱诚大，等于百年以上，感觉即个灵拢有已经一个神啊，嘿。好，多谢。安尼，爱先继续讲落。我即摆有开，即是头我听咱讲者，老师有咧讲着阮隔壁遮南门路，因为我徛伫体育公园遮啦，自细汉徛伫遮，真趣味啦，有即个绘本，而且是听起来一开始是因为囡仔甲囡仔的互动，开始写即个绘本，而且用即个佫开始用即个台语诗。真好啊！台语的文学，这几档嘛，家己有咧注意，感觉其实，大家较接讲，哦，就自然会较有迄个机会，甲即个话佫找转来，啊，一寡文雅的字吼，文雅的词，咱会当佫捡转来，真好啦！希望有机会，敢是若囝住小隔壁吼，有机会大家小找啦。哦，好啊好啊，因为我嘛住。你住体育公园，拄好就是住遮尔，遐有景点。对，我体育路遮尔，我遮对，欢迎，啊，即我遮甲我的住址甲传互你安尼。好啊，真欢迎啊，带囡仔来佚佗，好，谢谢，多谢。记顶摆正中遐嘛有讲，其实遐附近臭树仔嘛，互伊感觉讲，哪会安尼黑白做，安尼会使互相讨论一下。是。佫有人要问问题，无要来点名，即个晓君。歹势，我叫了一个。我想要问，因为拄开始开头的时阵有讲绘本是甲婴仔画图的部分，后来看起来就是变做册台语猫。我想要问后小讲绘本这部分，敢有个思考要互婴仔做伙来做这个创作的部分？有啊，你若看，我故事就是为着阮尾后阮查某囝真正有甲出啦。我讲的到拢会做真正去做的。阮尾后阮查某囝大汉查某囝，就是伊真正就甲伊迄阵阵一档啊两档的课，甲一本绘本画出来。我嘛有替伊出册，今年出的。所以就是讲，我要讲的就是讲，因为这个可能甲生态，你讲台语生态吼，讲台语生态这个关系啊。
我要讲的是讲，这就是我拄则讲，我想要做的代志，就是想要陪伴啦，甲记录，啊，佮有做囡仔的模样啦。就是讲我，因为这故事是5、6当前，迄当阵5、6当前，甲就是困进前，哪困进前啊，临时向编的啦。啊，编了，其实我嘛毋知影讲5、6当后会来变做一本绘本。这其实我当时毋捌想过安尼。啊，就是因为阮查某囝要学画图，啊，我来讲啊无，咱甲进前讲的故事来先做一本绘本，啊，做互你看。安尼，啊，你开始学画图时阵，你嘛去画你的绘本安尼。啊，所以伊今年其实嘛有拖啦吼。啊，做代志基本上人拢会安尼一直拖，啊，所以讲，后尾啊，伊嘛是，就是因老母，阮啊，即本是阮某出的啦，啊，阮嘛甲阮老母讲，你嘛爱做模样啦，吼，啊，阮某嘛有出一本册，嘛是旧年去印的，啊，阮查某囝嘛，反正就是老爸老母拢做互伊看啊。当然这伊故事内容是阮某编的，啊，伊两个去讨论。其实阮某出来甲阮某的册甲阮查某囝册，其实我完全无插手啦。啊，你就是去甲完成安尼尔。以上到回答你的问题。感谢，而且即只爱食番薯的树，伊是毋是有出来插图？对，无错。我足介意的，我都有咧用。感谢啊，因为这个故事吼，其实这可能甲今仔日讲的无，其实这样个讲啊，其他这甲今仔日的主题可能无啥关系。其实伊这个会者是阮厝边啦，啊，阮就是有一家因开咖啡店，啊，佮有因一个教囡仔物件，啊，这个查某囡仔画图，这个查某是外省的，啊，就是因为个性啊啥货，我感觉有算吧，啊，尾啊，阮某就甲伊拖，甲伊一直鼓舞，啊，伊到当伊这查某囡仔，伊台语嘛真好，嘛会晓讲，而且嘛算足顺啊。所以讲，我要讲的就是讲，你若讲生态，讲台语生态吼，你其实真正是爱为身躯边的人下手啦，吼。啊，阮做的代志其实无讲作伟大，只是讲单为身躯边的人。我感觉台语也是讲，你讲生态、生活生态，我感觉拢共款啦。你是一个教育啊，知识啊，就是慢慢啊看啊，为咱无法度去会当影响的是咱身躯边的人啊。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啊，台语这部分也是讲绘本，其实我嘛毋是调工去做，就是感觉讲，会当做来做看卖。哦，我的拢是这个心态啊，开挂就是，那我当有这本有申请的补助啦，其他拢是家己鼓舞赛啦。啊，所以你爱有迄个，怎讲，就是其实你也当做社会运动啦，有影是真正社会运动啦。我感觉这是嘛是对我家己，对囡仔的投资，我感觉这是，我感觉开钱就是安尼开啦，就是讲，怎讲，就是你对生活嘛，你该保护环境，树啊，安尼我会当做，就是讲我会当用会当看较久长的，以教育的眼界。出一个绘本来做一个教育，啊，这本册世界拢会晓互人读啊，以后人嘛通读啊，我感觉这是我感觉我会晓做的部分啦，是大概安尼。多谢啊。其实你有去申请一寡补助，毋过尾仔拢册新，就讲啊，真正拢做学去申请，所以讲。你有啥物感觉讲？为什么拢是啥物人去申请着的？哪会安尼？敢有想法？应该是补两部分啦，就是讲，
迄单阵吼，即两本册是做伙出的啦。啊，原底其实我会人等，搁等一档，啊，搁去请啦。啊，问题就是我感觉我等袂落呀，因为我个性我等袂落呀。我的个性就是我想要较紧甲做了。嘿，啊，因为阮兜就是图书馆，其实基本上另外一个部分是咧讲共产党的。嘿，啊，所以迄阵阵我感觉台湾有危机。啊，我讲我希望即本册让较紧出来，啊，所以我无搁等落去啊，我就直接，我就甲夏宇甲迄个台语鸟讲，我家己出钱啊，我家己咱做啊，嘿，啊，你讲补助上提起，这我就无去搁想这啊，因为任上天花人人有啦。啊，雪中送炭人人无啦，社会现实大概是安尼。我感觉社会现实是大部分啦，我毋是讲100%。3年我买有册，我感觉我真足甘心。我讲实在，因为这种应该是讲我伫即个科啊，台语科啊，算个其实嘛足出色的啊。哦，啊，我感觉10几档。我大概有知影讲，爱安那嘿，啊好佳在是讲我这部分我生活工课，我感觉算稳定，啊，我拄则讲，我就甲当做一个开销，啊，而且这个开销是会投资未来囡仔，投资伫囡仔身上，啊，投资伫家己身上，啊，所以我感觉我是感觉我是 OK 的，嘿，啊，当然啦，有人有迄个补助，有摕补助是上好啦，啊。我无就无，我就无法度啊！啊有迄个，就是有迄个尻川较食迄个下药啦，就是讲，咱会当做，咱会当做诶，啊无法度我就无法度啊！嘿啊，是啊，大概是安尼。多谢啊，阁有人要举手问问题，啊是毋免举手就开麦，直头讲问题，敢有？哦，安尼若无，因为时间嘛到啊吼。啊，我有若讲对咱台语生态读册会有趣味诶，咱活动诶时间拢是逐礼拜暗时8点到9点，啊会当私信吼，要参加有趣味诶吼，用台语讲生态诶代志，吼，啥物哪里啊、乌云啊，阁有种生态画本，足济。吼，啊，拢用台语来讲，吼，啊，若有趣味会使等信息互我吼，安尼咱活动就到遮，啊，多谢杜信良兄吼，紧甲咱讲足济，伊做即个生态绘本、生态诗，其实伊真正有找足济资料，啊嘛有真正有感受、有感应，毋是讲我即摆要啥物题材，其实伊做诶出诶册啊，小说啥物拢真正是感觉讲有危机，讲即摆阿强啊是安怎吼，所以讲拢是真正伊对生活诶即种感应够重视吼，安尼咱就拍破啊，感谢吼，感谢信良兄，多谢。感谢你，感谢大家。啊，多谢。安尼活动到遮吼，安尼大家使来休困啊，感谢。谢谢，拜拜。感谢。等一下，一顺，嘿，请讲，等好，大家甲离开咱讨论。好，咱两个来讲，好。